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风神姐姐，到啦！我最好旅行，探索新鲜的事物，全新的地方一定有我的存在。最好用目珠记录江城的风景，用心发现细细的感动。台上的照相是我无相同的风格，不过其实我就是一个好感又善良的小妹耶。就帮我用行通带人跳下来去发现最好搞的地方。今日到哪来呢？来到一个南台湾的客家太镇哦，观众朋友，恁哋也是乜嘅地方嘛？冇錯，就是美濃。聽講啊，今日美濃有幾派呢？同花鳳吹到美濃嘅花筒哦，十分嘅精彩。一下就請所有嘅觀眾朋友睇睇好高了嘅客家島啦，向下來去行了咯。今日到了第一代村任務就歸到美濃，真是真歡喜。我嘅故鄉美濃係南台灣最有客家味嘅地方。講到美濃，大家會想到嘅景點就是東門了，也係在清乾隆20年間因為風水嘅使用，在東閘門加建門了，也係美濃中4個閘門之中唯一嘅3門了，係美濃最有代表性嘅古蹟。到了寒暑的時節，也時常屯同學是一片高粱，因為天真太人都多滿了隔壁嘅雙條白公湯呀。雙條白公係美濃人最崇高嘅信仰，白公堂嘅後背還有一條樹誒，也係超過150年嘅老榕樹哦。地震佢嘅白公堂，到了禮拜歸到美濃，也一定會來同雙條白公細談一下。希望白公保佑到啦，今本日嘅夢想做得順順利利哦。不是說要去冒險嗎？讓我來到一個地方呢？觀眾朋友唔是緊張，平日到啦嘅經驗啊，到一個新地方，一定要先去了解當地嘅地理環境，還有人文哦。一個地方係一個很有知識嘅地方哦，我哋傾下來去看看啦，來去哦。美濃客家文物館係從具有創造力出發嘅文物館，館內利用嘅多樣嘅呈現方式，包括實物、相片、文獻、影片、模型、造景等等，向下來展現美濃嘅萬種風情。美濃區有90%以上嘅客家人，濃濃嘅客家風情，保留嘅客家人豐富嘅生活智慧。為了本安尼豐富嘅族群文化滋養，還有特色，美濃客家文物館將客家文化用故事性嘅方式呈現出來，有文物展示館、輕量文物館、兒童多媒體探索器、客家音樂、工藝產業、水準工廠。就係用一嘅滿天飛、客家八言、傳統山歌、大水鼓嘅拓把戲、人類嘅歷史、節慶嘅音樂等等，完整嘅將客家文化保存在天龍平安最北方，也係大家將所有美濃客家精彩完整保存嘅主題文物館哦。同時希望借由多元嘅呈現方式，分享在嘅子子孫孫，都在更了解一個即將要失落嘅文化財產。嘿，一片係做對將我哋客家傳統嘅南省來做哦，準備好證件就可以免費租借咯。我現在就要來借看看咯。阿曼先生，一個一杯仲通配爸媽嘅東西啊？用竹條編呢？
龟壳里，伊安尼房子呀，背囊晒一掉，不风落雨的时间，因为俺的米农啊，山上嗰度竹头啊，俺的猪血就会用就地取材，就你啊，加油嘛哎，就用嘛哎，就安尼用树别起来，防晒专用这样子。哇，第一个地方呢，我哋做到开到爱到调摆吼，农业时菜要用嘅东西耶。嘿，阿麦先生，我看到嘅，唔知系乜嘅东西，唔做嘅同我介绍一下冇？也嘅係你調擺啊，你做到也嘅和嘅背項，調擺冇農藥嘛，你也背項背雞啊，也係背蟲嘅時節，也係你專門試雞跟蟲嘅屎嘅，我哋明日早晨頭咪用屎嘅石頭拿冇嘛，你就想說我哋明日早晨頭放落去石頭拿冇屎蟲嘅蟲屎。有蟲屎啊！係啊，因為嗰種一皮毛呀，係一皮葉係必須係咧，而且我們在產樹咧，所以毛嘅葉咪個重要，一皮葉係代表一個稻穗，就係個產咧，只係來蟲嘅，人哋就計撩抗日竹南嘅行，因為喺做到綠卡線橋啊、毛呀、做日嘅時節啦，人哋一個蟲嘅係你一味綠卡嘅雞鴨啊。但你都下雞鴨熟一個皮湯，我喺做到線條街每做嘢時間，但你就次次嘅背嘢做嘢。哦，阿哋觀眾朋友能有了解到老古人嘅智慧嘅冇？哇，真厲害哦！嘉先生，人哋今日嗰種係要咧，真嚟去看下好嘛？哇，嚟去！闽南客家文物館對面嘅90年成立，現將客家文化用故事嘅方式呈現出來哦。想要來到闽南旅行嘅所有嘅好朋友，想要了解客家文化，客家文物館係最等陣嘅選擇咯。觀眾朋友，一下我哋來到嘅地方係到啦之前有先專門講嘅竹安門發天廠哦。到底有乜嘅神奇嘅地方呢？一下我哋要請先生俾我哋來介紹你哦。歡迎先生。好，大家好。這我哋一個竹門發展所吼，都當時日本人啊，因為要開發嗰種講摩天，摩天咯，伊來引擎，前頭兩面吼，都我哋要有老農司咩，伊老農司吼，伊都話隧道啊，引用也水，經過一個水啊，一個發電機發電出來，發電出來過後，一個電力吼，都開始供應嗰種講。華工嘅工廠，到兩面嘅六櫃要做假一咧，兩個做下依家都開始有存嘅天力吼，本此來水廠啦、台南啦一來嘅，所以講吼，一個天廠，喺南部來講，喺個川流式嘅水力發電廠。安尼有一多年嘅時間咧啊？1908年嘅哈開始動工。1908年，安尼。民前3年。民國年嚟呢，按久嘅哦。民國前3年。伊吼1908年開始，一年嘅時間都做好，到1909年嘅10月27都完工，即係開始天都送出去嘅。咁我哋提講竹安門發電廠對闽南一個地區來講啊，相當貴重要哦。貴重要。一個電廠吼，都得講我哋闽南嘅心臟啊。因為一個發電吼，發電過後嘅尾水，嘅水啊，也灌溉我哋闽南4000甲嘅地內。呀，發電過後嘅水係做嚟哪度用啊？無以前闽南來講因為我哋客家人有講咧講寬田田啊，寬田田都講啊，寬田是翻，寬田，紅田落水落到嗰度，都嗰種嘅多色，冇落水都冇種咁多色，係就冇好出產但是呢，一個電廠做過後，而發電過嘅尾水都變成個貴固定，一年都變到可以數上200至300，所以講已經一個電廠變到講闽南4000甲土地完全都靠一個水嚟灌溉，
哇，难怪讲俺的闽南的农特产品按有名，种出来按好食。哇，这是冇简单的。原来俺们做的文化天窗，除了呢一个外观呢可以来好用俺的调摆太瓷胎嘅哈米土呢哈，也这个发展出来的水呢，上头呢帮俺的闽南太子呢哈，跟农业它来清楚用嘅地方哦。真好啊！刚刚来去这片看看啦，好像还有几道机器，好，等下就去参观一下，好吗？OK， 好，来去看啦。一个做的文化天窗，所以了已经有8个年的时间了哦，真久呢。没想到一个外表呢，看起来也真贴片呢，还充满时代感的巴洛克式建筑。真是爱司机来一片行一转，发现呢会比书本还爱多哦。还有哪个地方好高嘅，我们来去看看啦。观众朋友，有睇上海嘅腳鋪嘛？也片係闽南民俗村啊。聽講啊，條擺係廣華縣製造嘅廠，條家將製造嘅廠結合嘅傳統嘅陶藝、好食嘅客家美食等等，變成一個觀光景點哦。地波呀，可以來有青島神奇好高嘅東西，一下我哋就傾下落去看看啦。闽南民俗村本人杭州闽南西村嘅样诶，杭安嘅民俗村就像喺客家農村當中，係一個十分適合出租旅行來嘅地方哦。冇時間嘅壓力，都得慢慢嚟講，慢慢嚟體驗。闽南民俗村保留嘅客家文化，結合喺地方上每一個產業嘅傳承形式，來介紹闽南嘅人文體理、生活氣象，還有豐富嘅旅遊內容。遊區內還可以欣賞以及 DIY 製作傳統手藝油紙傘、陶藝手拉胚2項有趣的課程，還真的吃到好食嘅土地客家菜，無論係客家面趴板、闽南竹卡、高麗菜脯、冬瓜脯、薑絲炒菜蟲，夠上身呢！等一下，多啦，俺係冷湯片的呢。導播，畫面切給我了啦！嘿嘿，安尼哪有符合俺夢想多啦嘅精神啊！聽講啊，一片做的 DIY 彩繪紙傘哦，一下我哋就來請先生來指導一下咯。先生好，你好，多啦你好。哈，先生，請問你想乜嘅？俺想吳老師，哈，好。聽講啊，一片啊，好條擺喺廣華縣製造嘅廠，但有看到老闆咪喺做製造嘅耶，係咪做得像吳先生啊？來同我哋紹介一下製造嘅歷史淵源啊？做得，我們美濃這邊等於是紙傘的故鄉。對，那這邊呢，我們的紙傘手藝呢，是從大陸的廣東請了2位師傅來到閩南，教我們做紙傘。對，那以前呢，這個美濃的紙傘呢，是我們的生活用品，就是可以當雨傘、陽傘。落一天嘅時間做得巧一個製造嘅。所以呢，以前就有很多家的紙傘廠，對，大概有10多家。但是呢，現在呢，慢慢的已經沒有人在傳承了，大概只剩3家的紙傘廠。啊，原來係安尼哦！唔過我聽講呢，一片做得安尼，自家來畫一個製造嘅哦，可以做那個 DIY 彩繪紙傘。那要怎麼樣來做呢？這個紙傘呢，我們本身就是推廣這個手藝的傳承，所以我們發展了這個 DIY 的紙傘。那為什麼呢？我們會把這個紙傘附上它這個彩繪的生命，就是要傳承，希望說這個手藝能夠傳承下來。之後呢，我們就創辦了這個美濃民俗村，我們把廣華新紙傘廠遷進來我們美濃民俗村裡面，那就結合了我們的客家美食，
还有我们的客家小吃、客家擂茶，还有我们的美浓纸伞，就在我们的美浓民俗村里面呈现。哦，原来也片安神奇哦，一下我哋就来做看啦喎。先生，咁我哋嚟擘好嘛？好咧，我哋开始嚟擘咯。观众朋友，唔等看好看嘛，让我自己做嘅哟。可以来请等着呢。先生，安尼做得嘛？做得很有天分哦，发安奖。哇，有先生睇指头就冇相同呢。师傅你感谢先生哦，先生谢谢你，感谢，谢谢。一下呢，吼，我哋来去下一张面哦，来去看看啦。到啦，喺美浓民俗村呢，好食青岛土地嘅客家菜，食材太好食嚟啦。不過都是貴包呢，用介實真好。我想到土豆又黑又乾，也附近有一個10年當觀景台，係一個散步嘅好地方。嚟去運動看啦，嚟去運動咯。10年當係喺美濃區東片。雖然講離美濃主要嘅景點都夠遠一些咧，不過第一片都會看到規個美濃平原，現在也冇受到現代建築嘅影響，平原後嘅天橋比冇相同嘅季節，也會帶來冇相同嘅變化，是一個觀賞夕陽還有夜景的好地方哦。坐下來休息一下，不用強數。江蘇也個太自然嘅風景，加上每個人嘅感覺都係冇相同嘅。有興趣嘅朋友都做得來一片欣賞一下美濃平原嘅景色咯。聽講啊，也附近有一個清江嘅綠色隧道哦。到底上嘅乜嘅樣式呢？我哋跳下來去看看。此期才能公平结合，和前洲公里沙期，我先看到有一條綠色隧道，櫃台它有重用500公尺，加上一橋一橋嘅天橋，搞得出只有嘅田園景觀。慢慢地行下子一個有豐富客家人文嘅美濃，所有嘅煩惱都冇解開了呢。來到美濃，偷偷了解嘅客家文化地理環境之後，又是咧好食咧客家美食，整個身心靈都提升了呢！哇，聽講今日嘅主題夠精彩喲，跳下來去看看啦！太鳳菜、菜馬嘅菜，想到美濃童話世界嘅人，冇唔錯，今日到啦嚟到嘅地方就係20100童話鳳才到美濃，美濃秋冬樂活嘉年華。聽講啊，201嘅主題十分嘅精彩喲，有我講童話世界做得起，還做得自己來畫紙紮味喲，還有南洋 DIY 十分嘅精彩，一下我哋就跳下來去看看啦，出發！美濃係台灣生態觀光小鎮，每年都會喺秋冬時節辦理親友氣息嘅客莊田園發出。今年美濃區公所以區域特色背景及產業發展與童話故事做連結，打造嘅童話鳳才到美濃為主題熱烈發出，是童話創造世界裝置藝術區，主要係以無為彩塑之後嘅無感為素材。運用早期農耕生活中家家戶戶都做得看得到嘅編織技藝，結合童話題材，打造5期童話3D 地景實景。提給看到嘅就係長達7公尺的小人國巨人，哇，是格列佛耶！一本黑白嘅聲音呢蹦起來耶，哎呀，都在運用嘅神呢。
哇，这美浓湖畔竟然也有美人鱼耶！以勇敢的美人鱼向美浓3芒大兵嘅妇女家致敬。跳嘅也係美濃冬季青春樣嘅農產品，至少一定要有對美濃一塊土地生出來嘅通天豌豆。王子生前吻了白雪公主之後，他們穿越歐洲100年時光，與7個小矮人隱居在美濃鄉野，從此過着幸福快樂嘅生活。哇，觀眾朋友，睇到講嘅之後呢，真是輕神奇又好搞嘅地方。唔過呢，現做乜嘅會用童話式嘅嚟做主題呢？我哋一下我嚟請記者，俾我哋嚟講一下一拜嘅主題嘅想法，到底係點樣產生出來嘅？其實我哋美濃期望咗一拜為規劃一個活動，最主要講嘅我哋考慮到人當然係我哋美濃化開嘅活動而家係當幾多種化。我想講，我哋美濃有乜個變化冇？你人當然大家提一種種化，嗰就係講我哋講也去年嘅開始我哋美濃都對我哋團隊有啲規劃，講我哋美濃可以用載體素材嚟做個裝置藝術嚟吸引我哋遊客嚟到我哋美濃嚟聊。嗰就係我哋一擺都提我哋美濃湖也生活一個地方規劃，同去年嘅文化世界也引起許多嘅公民嘅回響啦嗰就係今年我哋團隊也佢用心佢努力講都面到今年用一個童話世界這個童話風嚟也規劃一個主題嗰就大家看到講人也做到講希望講用在地素材嚟對人秋冬豆腐這樣嘅話，對人嘅美容更加開始多年代可以大家平均同樣平均嚟到人嘅美容。哇，我哋做到看到呢，一個童話世界呢，也弄係用呢我們稻草，對不對？木棍做出來嘅呢，非常的特別喲。哇，那我哋觀眾朋友呢，假使有閒嘅話，聽到我哋其中人講，一定要來美濃行行嘅喲。歡迎大家來美濃嘅。歡迎。行一在美濃就像參加了一場童話穿越劇。睇到可能按到嘅故事，你還記得哪一件呢？冇要緊，現場還有 DIY 服務來體驗，自家親手做一個童話故事帶回去喲。幾個整期安尼講下來，到啦，我就從喺那睇童話故事地步喲，見到韓世世界嘅回憶都走出來喲，真好搞哦。其實第一邊唔單止有幾多童話故事嘅裝置藝術，還有在地嘅農特產品。唔係想愛去那片了麼？來到美濃就冇唔錯誒，夾夾來了哦。